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嘅天氣報告。我係何偉航。今日香港受到東北季候風所影響，天氣非常之乾燥，多處地區錄得嘅相對濕度都低過30%，所以提提大家啦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係仍然生效，大家記得加倍留意啦。而溫度方面，今日多處地區錄得嘅最高氣溫都介乎喺23度左右。喺維港嘅鏡頭望出啦，見到天色都唔錯，整體而言香港今日嘅天氣都幾好下。不過如果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我哋會見到熱帶氣旋天琴現時正影響住南海嘅中南部。按照現時嘅預測，天琴將會喺未來嘅2-3日橫過南海嘅中南部，大致移向越南一帶，並且隨後受到東北季候風嘅影響而逐漸減弱㗎。翻返嚟香港嘅天氣預測，我哋預料受到一個達到強風程度嘅東北季候風所影響，聽日廣東沿岸嘅氣温將會稍為下降，早上會清涼。日間嘅天色會大致良好同埋非常之乾燥，日夜温差係會頗大㗎。所以我哋今晚及明日嘅詳細天氣預測會係天氣非常乾燥，初時部分時間多雲，明日早上會清涼，市區最低氣温約16度，新界會再低2-3度，日間會大致天晴，最高氣温會約22度。風向方面嘅話會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北風，初時離岸及高地會間中吹強風。稍後會轉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，而在之後週末至到下周初，我哋預料會一道雲帶逐漸覆蓋住華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，我哋呢一區將會有1-2陣雨。在天氣展望方面，我哋就預料星期六會大致天晴，日間乾燥，下周初相對濕度會回升，大致多雲，有1-2陣雨。呢一節嘅天氣就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